自由民主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都是要靠不断的抗争、不断的争取来得到。那香港从去年反送中运动到现在，可以讲，那么香港人觉醒了，那香港的这个社会气氛也改变了，国际社会也不约而同的支持香港，追求民主。但港府跟北京的反应却是180度的不同，都是采取想要进行各种各样的这个压制的政策啦，包括这次港版的国安法。那也是因为去年香港反送中以后，在这个地方议会、区议会的部分反北京的候选人都获得大胜。那今年又即将立法会要改选，所以国安法事实上是想要把立法会放进框架，那他在画红线那希望产生这种类似这个白色恐怖的这种威慑的这个结果。那我是觉得这个是北京错估了香港人的意志，那也错估了国际社会的看法，这会让大家认为说50年不变的承诺，一国两制的宣示，都已经走到终点。将来这个北京对香港的定位，就希望让香港跟中国是一样的。外界常常把您跟副总统赖清德做比较，觉得说你们两个都是新潮流的，但是有些评论都会说你是他的威胁，你怎么看这样的评论？我跟赖清德副总统是这个长期的朋友也是永久的兄弟，所以不会有任何威胁的问题。那你怎么看？大家就说小英比较喜欢你，就没有那么喜欢他。这种评论，如果大家都是这样子讨论来，它是怎么得来的呢？这种比较俏皮的说法是没有办法反映真实啦。我想这个小英总统是选择赖清德当他的副手，当他的搭档，那这个话只是想挑拨而已啦。现在民进党内的派系这个东西还存在吗？然后运作上面，在蔡总统连任之前跟连任之后，可能会有一些什么运作上的一些落差或不同。但我觉得对一个政治的团体来说，有派系是难以避免的。那问题在于说，这个政党是什么样的制度，什么样的文化？那我觉得我不会从派系来看蔡总统的领导。我认为对蔡总统的领导来说，派系不是最主要的考虑。其实对我来讲，台湾比民进党重要，民进党也比派系重要。如果你做一个，就像我当个市长，我当然是民进党背景的市长，可是我在推动这个执政的构想的时候，我是不会以蓝绿为主要的思考。你要展现执政能力，是要化对立为友善嘛。我觉得一个好的政治不是在找敌人，而是在找朋友了。所以这个派系的色彩其实是慢慢在冲淡的。色彩都是外界附加的啦。最重要是要有这个台湾整体的这个利益的思维啦。怎么样子对台湾是最好的？我想就作为一个民进党人，他的出发点也是希望台湾好。你要把你这个从政的初衷这个原点牢牢的把握住啊。